日即摆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月23號。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62篇5節到12節，耶利米書20章第14節到18節，路加福音10章13到16節。今仔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題是真心的悔改。最近伫讀聖經的中間，咱有連結到着即個彼得後書3章第9節。自述應允的也未成就，有人掠做伊是恩賜，其實毋是恩賜，乃是來寬容吼。上帝無願意有一個人沉淪，是要愛人人攏悔改得救。對於人來講，聽候是一個真困難的事啦吼。感覺上吼，安尼改成看無頭前吼，頭前無光安尼吼，毋知什麼時陣會安尼有天曝光。這也莫怪講以色列人時常離開上帝，去找一寡看會到但是無路用的偶像，咱講插頭紅仔還是石像。因為最近的疫情的關係，親像咱咧講愛着quarantine，這嘛是一個聽候啦吼。但是雖然是安尼愛有2禮拜甚至3禮拜，但是看起來比較得這個聽候比任何的方式攏較有效果吼。上帝照着經文講，上帝無願意有一個人沉淪，愛人人攏得救。那安尼傳福音的責任，就無在佇遮的無信主的人的身上，是在佇信的人的身上啦吼。因為愛人人攏得救嘛吼，所以洗禮約翰伊佇約旦河邊咧勸以色列人悔改的時陣，伊嘛安尼講毋通家己心內講有亞伯拉罕做我的祖先吼。所以綜合即個以上兩個講法救恩毋是專門予以色列人的毋是予選民，毋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即種的專利，是要愛人人攏得救，無愛有人來沉淪。當然，即個人人攏得救，就包括着咱講的外邦人。特別當以色列人拒絕救恩，離開上帝了後，福音外邦的情形就更較清楚、更較明顯。咱昨咧講到以色列的祭司總管，因並無有悔改的心，因用埋怨怪罪吼。過去2天咱攏講到吼。今日耶利米書的經文也接續吼，你看到講即個。因佇遐繼續佇埋怨吼，因為因將遐苦難攏看做是即種災難啦吼，甚至出事就感覺講吼，安尼真歹安尼吼，安尼心態要安怎會當互人接受上帝的救恩呢？當然是真困難啦吼。另外一種情形就是講猶太人拒絕外邦得救的應允，親像約拿先知同款。先知約拿受到上帝的呼召，是要到尼尼微城一個外邦的國度去悔改傳福音，但是約拿卻是拒絕抵抗，安尼心態是猶太人的驕傲，也是標準的反應啦吼。因當然無願意有外邦人得救吼，閣較明白來講，因感覺除了因以外，無有人有這資格得到上帝的救恩啦吼。這個情形就足親像迄個浪子故事中間的大個囝，佇伊放蕩了後，轉去伊的小弟放蕩了後，轉去厝裡安尼的時陣，伊有緣來拒絕伊啦吼。路加福音10章是耶穌基督的態度啦吼。耶穌基督安尼甲即個猶太人安尼講啦，伊講哥拉洵啊，你有知會啊；伯賽大啊，你有知會啊。因為佇恁中間
所行者的宽容，若有行伫推罗甲西屯，就因早早就穿满衫三会夫，坐咧来反悔。若是当审判的时阵，推罗甲西屯比恁还较有担当快担当甲必龙啊，你兼会得到举起到天吗？你要车落阴府，听恁的就是听我，气杀恁的就是气杀我，气杀我的就是气杀找我的。迄是耶稣咧甲因讲的啦吼。哥拉沁、伯赛大、甲必龙拢是咧指犹太地区啦吼。耶稣基督讲恁有知会啊啦吼，为什么？伊佫讲因恁袂当入天堂啊，恁爱落去阴间啦吼。因为因求信者却无要相信吼，得到恩典却无要顺服上帝。反倒当咱讲看到推罗、西顿伫叙利亚的西北边的海边遮的外邦的所在，代表即种外邦的人啦吼，因愿意接受救恩，欢喜反省会通悔改。这就亲像尼尼微城全城对顶悬到下骹拢来悔改来的一样啦吼。所以耶稣咧讲，因早就穿满衫三会夫坐咧悔改吼，就是咧讲即个概念啦吼。正如洗礼约翰所讲的，犹太人只是独跩类，什么人指示恁来闪避才会受气吼？因感觉要利用即个悔改的洗礼吼，来闪避上帝的受气尔定啦吼，伊毋是真心要来悔改吼。这是伫马太福音第3章所记载的。诚心来认错，确实是无容易啦。咱伫最近看到真侪即种政治人物吼，讲毋对话啦，做毋对代志啦吼，拢无像咱讲咱讲死硬气皮啦吼，无法度来安尼承认吼。但是圣经甲咱讲，诚心悔改的人才会当得到救恩啦吼，咱做伙努力。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月2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2篇5到12节，耶利米书20章14到18节，路加福音第10章13到1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心悔改。最近在读经的当中，时常有机会我们会连接到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的经文，这样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了，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对人们而言等候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感觉上好像前途无量，因为看不到光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明朗难怪以色列人时常离开上帝去找那一些看得到的偶像，却没有用木头的啦，或是石像啦那最近这1年来我们面对这个武汉肺炎的时候，我们说有些国家，比如说像台湾，要入境的时候要quarantine14天啊，还再加7天啊。很多人说，哎呀，这太长了啦那甚至有人生病很久不知道。有人说这个疫情那么久，什么时候会好也不知道。但是等候、耐心的配合，基本上是一个蛮实在的作为了等候上帝。这样的人有福气了OK，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经文，上帝既然不愿意有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得救，那么传福音的责任其实就不在那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而是在信的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是受呼召的人嘛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劝以色列人要悔改的时候，他这样说：不要以为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先了
所以我们综合以上这2点，就是说上帝要人人得救，然后就是说不要以为你是这个有亚伯拉罕做你的祖先，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救恩其实不是专给以色列人的，不是专门给选民的，或是说专门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已。上帝要人人得救，不要有人沉沦。这个人人当然是包括了非犹太人、非以色列人的外邦人啦特别当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了救恩，离弃了上帝，福音向外邦的这个情形呢更为明显。我们昨天谈到了以色列的祭司总管，他们没有悔改的心，而是充满了埋怨、怪罪。在今天的耶利米书，我们继续又看到他们的继续的埋怨、抱怨又因为那些苦难，他们就把出生这件事情当成是苦难了灾难。这样的心态的人，如何能够来接受上帝的救恩呢？其实当然真的是很困难的另外一种情形是，犹太人拒绝了外邦人得救的应许，如同约拿记载一样，先知约拿受到上帝的呼召，他去尼尼微城一个外邦的国度去传悔改的福音，但是约拿却是抗拒的其实这样的心态就是犹太人的骄傲，他们当然不愿意外邦人可以得救更明白的说，他们认为呢，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呢，没有人能够得救得到上帝的救恩犹太人的这样的心态跟行为，基本上就像路加福音在那个浪子故事当中那个大儿子对于去外面浪荡之后返家的弟弟那种态度，他们不愿意接受。路加福音第10章，耶稣基督的态度是这样子说道：格拉逊你要遭殃了；伯赛大，你也要遭殃了。我在你们当中行过的神迹，是要行在泰尔和西顿，那里的人早就坐在地上，披麻蒙灰，表示他们已弃邪归正了。审判的日子，泰尔和西顿所遭受的惩罚，比你们所受的要轻了。至于你，迦百农你要把自己捧上天吗？你会掉进地狱去。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谁听从你们，就是听从我；拒绝你们，就是拒绝我；拒绝我，也是拒绝差我来的那一位。格拉逊、伯赛大和迦百农都是指着犹太地的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而言的耶稣基督说：你们有灾祸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求神迹，但是却不相信。他们得到恩典，却不愿意顺服上帝，反倒是像推罗、西顿这种外邦的国家，在叙利亚这种西北的海边外邦的地方，这些是讲的是这些所有的外邦人他说同样的这些事情放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会披麻撒灰来悔改。他们乐意，他们愿意接受救恩，乐于反省，能够悔改。这正是尼尼微城全城上下所做的事，不是吗？在约拿书我们看到的所以耶稣基督说，那里的人早就坐在地上披麻蒙灰，表示他们已弃邪归正了。如果看到这一些的神迹救恩的时候，犹太人就如同施洗约翰所说的，他们只是想要避开上帝的惩罚。约翰这么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
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马太福音第3章第7节到第8节，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真心的悔改，没有一个好的生命的展现，他们只不过是害怕将来的惩罚而假意认罪，想要透过这个认罪的洗礼，然后避开这个上帝的惩罚而已。的确啦，我们最近在看到一些新闻上面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说错话啦，做错事情啦，但是我们从他们身上真的是看到说，要诚心的认错，的确是不那么容易的，特别是这种公众人物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诚心悔改的人才能蒙赦免。我们一起努力。